就是一些工作的过程这样，也是很辛苦，因为这次的表演真的不是我表演的常态这样，我重新认识了一群新的朋友，然后一起工作的，一直以来唱传统歌或者唱原住民的歌，都会给人家很民谣的感觉。然后即便是民谣，我也想要说用不一样的表演方式，让大家看到就是有新一代的原住民青年也愿意唱族语。原住民人口很少，48万而已，对啊，投票都投不过怎么投我不晓得。然后48万又分14组，哇，真的，每一组又要分各地区的方言群，哇，这群人的语言怎么办呢？那我还是想要继续唱族语，所以我选择了这条路。然后，但我更想要亲近更多还不认识原住民的都会区的朋友。我觉得他们虽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到我们的资料，可是我觉得真实的相遇才是最真实的。是这样讲的吗？好，那我想要唱这首歌，但是我这首歌是在部落里面很久没有办的祭典，我看到的时候一个想法，就是部落很久没有办祈雨祭了，就是祈求下雨的那个祭典，因为都被那个气象取代了。气象说有下雨，真的有下雨呢，有时候啦，有时候它也会不准。但其实那样的以前的祈雨是真的是，老人家就有那个古老的智慧，尤其是在刚刚要种田的时候，就小米种下去的时候，最需要雨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需要雨。虽然季节的时候都会有固定什么梅雨啊、台风啊，但是人还是要去那最真心的，因为我们真的就是这个地球养育了很多人，我们要感谢这个大地啊，祈雨祭有这样的功能这样。很久没看到了，其实基本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是很久没有举行的。为了纪念那个老人家的大爱，我就写了这首歌《祈雨的妇人》，希望外面不要下雨啊！下雨进来买门票，国语啊，祈雨的妇人。